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31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大台南小黄公车一路为山线修处进军海线，7个地区上午新增加3条路线，由市长黄伟哲甲交通部公路总局共同主持通车典礼，补足过去公共运输服务不足的所在。另外，将军甲北门也将干部试营运，未来将会陆续正式通车。市府争取中央补助小黄公车，除了原有的白河、南西、玉井、左镇、龙家甲大内等12条的路线，上午阁新增加7个的南26、27、28 3条路线，由市长黄伟哲甲交通部公路总局共同主持通车典礼。小黄公车已经是被证实，而且被民意、民众这个肯定的一个交通建设。为什么？因为在偏远地区，大车不好走，那对于客运公司来讲，成本不划算，然后他就没有心去改善他的这个服务品质。那对于这个民众来讲，如果说大巴士跟计程车跟这个自小客来跟他选择，他一定选择小车啊，所以说是小车的享受，大车的公车的花费，那对民众来讲，当然是比较CP 值最高的一个计程车，而且基本上舒适度、快捷度，而且方便的程度都是提升。那在偏远地区，我们想也希望说，借着这个小黄公车的开通，能够让许多年纪比较大的，或是不会开车的，或是有这个需求的民众都能够来利用。市府交通局长王明德表示，这届服务的地区部分并无伫个主要的干线，亲像家里的农民之家，过去公车拢需要特别来驶路，现在以小黄公车来代替，会用个互营运更加有效率。目前3条路线，逐工拢有6班的固定班次。另外，民众嘛会用个预约叫车，只要2人以上来共乘，前一天拢会用个预约，用公车的票价来享受客停车的服务。台南新闻因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议员董品娥因为个人因素甲生涯规划，决定无要继续参选。31号，董品娥特别前往中西区甲北区议员参选人林建南服务处，召开民主接力服务延续记者会，呼吁支持者甲服务团队全力相挺林建南。第一摆议员选举无寻求连任，未来动向备受关心的议员董品娥，31号上午来到民进党市议员参选人林建南服务处，共同召开民主接力服务延续的记者会，向外界说明伊无搁再参选的原因。这几天是我政治生涯最大的转折。这短短几天，我做出我不再投入年底的选举，因为我个人的因素，还有我生涯的规划。董品娥表示，伊观察林建南真久，无论是说明公共政策能力，甲对转型正义的追求，甲现任议员拢会当比拼，所以呼吁市民协听林建南，共同守下伊留落来一息。我看伊这段时间对民进党政策，对一寡公共事务的议题，拢提出很好的论述，而且提出伊的做法甲看法，拢是符合人民的需求，而且符合咱这个国家的需求，而且伊足认真，足故意，是非常价值信赖一个人，真实在的人，所以我相信，伊若当选了，绝对袂辜负咱台南市民对伊5万个期待。
看到议员董平娥对伊的信任甲推荐，嘛，互林建南真感动，伊将全力以赴争取胜选，为民进党收下中西区、北区第4席，来回报民主前辈董平娥甲多数市民的期待。这一摆吼，会当吼安尼咱的党议员、党委员吼，安尼甲咱相挺。当然建南的对这届的选举会信心十足啦。当然这边当然除了来延续着咱党议员、党委员长久以来对咱台湾，不管是咱民进党的这个发展，还是讲这个民主的这个过程，还是讲咱对咱台湾这个土地本土的这个意识的这个延续，我相信建南一定会更较认真、更较拍拼。不但是帮民进党的这些。会当更加好甲顾落来，甲替落来。上主要嘛要帮咱党委员这些这个政治的这个协会更加延续落去。所以讲，当然今仔日经过今仔日了的时阵，建南的信心真正是会当增加100倍啦。董平娥曾经担任2届国大代表、2届立法委员、2届市议员，从政生涯超过20年。这摆决定无投入议员选举，全力支持林建南，嘛互林建南信心增加100倍，表示绝对袂辜负大家对伊的期待。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议员初选竞争激烈，不少老将甲新人相继出线。除了找大咖辅选以外，有新人透过跨区互相相挺。南区安平区的林依婷甲永康区的朱正轩，在跨区互相有关声势。民进党台南市议员的初选将伫个4月18到24进行民调，登记有49人，将提名34席。其中永康地区吴强山会用的讲竞争激烈，新人朱正轩除了一透早就伫个路口来拜票，上午佮甲南区安平区的参选新人林依婷做伙伫个平雅市扫街拜票。因为两人过去伫个市长办公室是同事，因此两位嘛相约未来伫个议会继续做同事。因为我之前其实我们在永康的平雅期这边我们都知道平雅期它跟永康跟原市区的交界处。那其实摊贩呢，来自我们台南市原市区的非常的多，包含消费者也是。那特别是渔货的部分很多也都是来自林依婷它的选区南区安平区，所以呢就有这个发想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邀依婷来这边来到永康的平雅期，跟小叔朱正轩一起合体。而且呢，其实我过去在扫平雅期的经验里面，我都会发现有一些乡亲就带着依婷现在他这个脸上戴着这个口罩，那就觉得很亲切，而且也知道说，其实这些市民乡亲可能都来自南区安平区。那今天特别邀依婷来这边合体，当然在永康在地来讲我希望讲会当进出到更加侪乡亲的领动让他看到说2个年轻人这样一起互相拉抬，想办法可以拼过初选。那一方面呢，也希望说带依婷来永康这边走一走，一同来向伊南区安平区的乡亲一同来拍招呼。其实说到我认识郑轩，应该是2018，就是在市长选举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当同事了。而且我对郑轩最印象深刻的是，他每次在记者会时候都是带着一台电脑，然后就是跑上跑下。那更重要的是，那时候市长有一个政见100天，就是在选前100天，每天都要出一个早安图。那时候我跟郑轩就是合作的，他每天都要丢一个政见给我，然后让我们去进行后面的制作。所以其实他对于市政府的不管各种市政相关的议题都是非常的熟悉的。那更何况进到市府之后，郑轩其实在市政的推广上其实都是占了非常大的作用。包括其实郑轩进到市府之后，他的那种努力打拼真的是让我真的非常的难忘。因为我每次都跟他讲说，朱郑轩你的早餐为什么还没有吃完？那我讲这句话的时候都已经下午了，就是可能午餐都过了。所以其实都可以看到郑轩是非常努力打拼的背影。那今天可以跟他一起来到永康，其实也是希望说，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拉抬。因为其实我们知道郑轩的选区也是非常的激烈，非常的竞争。那今天来到这里也很开心，可以跟前同事再次的合体。那也希望呢，在年底我们可以一起拼过初选，一起拼过大选，然后再续前同事缘这样。两位选伫个平雅市来合体，除了市场靠近市区以外，另外平雅市的议会嘛有对南区甲安平区来的。因此，两位透过合体扫街拜票，嘛有互相友台声势的作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中嘉集团近年来积极投入推广媒体识读的工作，除了深入社区，教导民众如何分辨假信息以外，嘛串联大专院校、甲政治大学、团保学院合作，展开为期3档的推广计划，以中山路阁作为首发站，让媒体识读教育向下扎根。中嘉数位董事长郭冠群与政大传播学院院长郭立新以及中山女高校长吴立清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展开为期3年的媒体识读推广计划。首站便来到中山女高，透过专业的课程设计，帮助学子培养媒体识读能力。这一次的微课程，我们是针对高中的同学，那特别是中山女中的部分，我们规划了6周的微课程。那这次的主题是视觉沟通，由本院的3系的老师在视觉传达上面有专长的老师来开课。那其中一位就是本院的院长这样子。然后另外也有5校微课程的部分也有合作。然后呢，当然在中嘉的赞助之下呢，我们希望把这样的课程也能够带到离开台北的地方，所以我们会在暑假的时候呢，在台南跟台南女中合作来开一个营队类型的微课程，也是为期3天，总共18个小时。那希望呢可以透过这些努力，让高中阶段的孩子呢有机会接触到新闻媒体传播制作以及相关的素养的内容。真的，首先非常感谢中嘉集团，还有我们政大传院的师长们。这个课程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108课纲当中非常强调媒体素养、公民意识，还有系统思考。那我想，借由我们这个政大传院的师长们，还有中嘉的挹注，我相信在这些课程的熏陶之下，我们的孩子将来一定是成为在这个社会上能够发挥影响力的最好的精英公民。作为国内最大的宽频以及有线电视多系统经营者，中嘉集团自媒体本业出发，4年来投入媒体素养推广，办理超过200场活动，累积参与人次突破10000人。不止前进社区，教民众如何分辨假讯息，更将触角深入校园，让媒体识读教育能够向下扎根。我们中嘉已经做这些相关的活动，进到第4年。每一年可能就是2-3千万台币在处理这个。那过去呢就是说主动就是在教育方面，在媒体素养放很多力量。可是呢，我们觉得要能够更落实。那其实讲良心话，我们钱是小事情，我觉得这个工作是重要的，媒体识读是辛苦的。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不是主角，我觉得最辛苦的是政大的老师，加上那个中山女中的学生愿意做一个长期这样子的努力然后来这个让社会越来越好。中嘉集团致力推广媒体识读，除了为健全媒体产业发展尽一份心力，也透过学校精心安排的课程，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快速变迁的数位时代下，培养出全方位的媒体识读能力。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头城正统乐里门圣母庙火花派对活动将伫4月3号登场，其中加济高中的海蓝天仪队将伫下晡甲暗时带来精彩演出。讲到相当出名的加济高中仪队，创队至今13档，因为大部分的队员拢是查某囡仔，所以将传统仪队较硬较有力的动作做调整，创造出结合优雅流美的风格。咱做伙来看卖。台南市正统的乐里门圣母庙花火迎春的高空宴会系列活动，伫咧4月3号阴暗会热烈登场。这摆因为疫情的影响，经过妈祖降价指示，高空宴会表演延到4月3号阴暗才会来施放。其中同港的下晡4点10分，也有阴暗的7点25分，会有加济高中的仪队海蓝天为大家带来精彩表演。在仪队的操演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不同于其他仪队比较雄壮威武的部分，佳琪海蓝天的仪队呢，多增加了一些柔美的特质。
那像这一次，我们非常荣幸的应文化局之邀，来参加此次的鹿耳门圣母庙的一个演出。那在4点10分以及7点50分，都各有一场海蓝天一队的一个表演。那非常的希望，就是我们的民众能够前往观赏，能够了解佳琪的这个仪队它的一个特色。海蓝天的仪队伫咧民国48年成立到现今已经经过63档的传承。因为仪队到目前也是以招收查某为主，所以特别把传统仪队的动作调为较柔美可爱的方式，加上过去的学子独创的莲花手，表现出优雅气质的独特风格。就是这场表演的话呢，我们大概从去年开始筹备，然后我们平常练习就是1、3、5、6，所以比较频繁的在练习，然后从整个架构啊，然后到每天训练基本动作开始，然后整场表演大概10分钟左右。去年的接受到我们台南市文化局的邀请，要去那个鹿耳门国际烟火的花火派对表演。那因为遇到疫情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3年级很可惜的也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一次的主力就由1年级跟2年级，一起来训练。那就刚才教练有讲过，就是1、3、5、6。那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加练，连星期天、例假日，我们都会为了这个鹿耳门的表演来尽心尽力，想要把我们这一个表演做得更好，做得更完美。欢迎市民朋友伫咧4月3号的时阵，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之下，会当做伙来到台南土城圣母庙来欣赏由嘉济高中仪队海蓝天所带来的精彩优雅的仪队表演。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2档一届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4月9号至12号将伫台中展开。台南市政府特别举办授旗仪式。由市长黄伟哲将旗旗交付予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勉励所有选手创造好成绩。2档举行一摆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伫咧4月9号到4月12号伫台中举行。台南市政府特别伫31号下晡伫樱花市政中心的2楼广场来举办代表队的授旗仪式。由台南市长会体甲旗旗交付予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同时勉励所有选手伫咧这届赛会中会当搁创下好的成绩。我们也会持续的调整，持续的检讨，对于我们选手的训练以及他们的这个荣誉所带来的实质上的帮助，我们一定会在这方面持续来更新再加强。那今年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总奖牌数，尤其是我们的金牌数，都还能够向上攀升。这样子的话，我们一定会更加感谢，也谢谢各位长期以来对台南市许多好朋友产生了激励的作用。那在生活上，还有包括照顾上，包括训练上，我们也请教育局在规划。跟我们身障委员会在规划怎么样子能够再次提升。活动现场有真侪议员嘛拢做伙到现场替代表队的选手加油。教育局肯定所有的选手长时间保持训练，鼓励选手因会当提出信心，为家己嘛为台南争光。伫109年度调升得奖的奖金了后，希望会当让选手因更积极来争取好的成绩。提出咱上好的成绩。来由咱的市长对咱的体育这方面，拢非常的照顾。你看伊即摆的奖金啦，包括福利啊啥，一直咧提高。所以讲咱就尽咱的力量，来上好争取上好的成绩。理事长伫遮嘛会替大家争取更较济、更较好的福利，好唔好？好。感谢咱主要，阮大家感谢咱的市长对咱体育的重视。伫109年度得到74面的金牌、60面的银牌、29面的铜牌，成为大会的第3名。市长希望今年的赛会中会当挑战自我，搁一摆创下更好的成绩。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
安平凯台天后宫将伫4月9号、10号2天举办天上圣母、上香山、迎妈祖、梅酒参香圣驾花园示景大典。因应目前的疫情，经过妈祖的指示，将取消冷桥卡的活动，改为双手膜拜方式，并且创新举办优质桥班的评选以及鞭炮释放区等规划，为庙宇优质化尽一份心力。安平上香山迎妈祖活动将伫咧4月9号、10号2天登场。为了应应目前的疫情状况，庙方经过妈祖指示，将取消圣将两桥卡仪式，改为双手膜拜方式，为家人祈求平安顺利。种种用心规划，互民众感受到安心、放心、用心的庙会文化。安心、放心，还有用心啊，把这个活动把它办好啊。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活动之中我们也一方面来那个弘扬我们天上圣母她的孝道的那个情操啊，还有就是我们利用这一次的活动来提升我们教班的这个水平能够评选出那个优良的教班。安平凯台天后宫经伫咧这届上香山迎妈祖活动当中，特别办理优质桥班评选以及规划鞭炮释放区等创新的做法。不只是我们绕境行进当中包括我们爆竹烟火的释放还有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桥班的优质化我们也做一个评选我们也希望说藉由大家的一个力量，那我们这次的绕境活动能够圆满成功也作为一个后续一个典范上香山迎妈祖活动当中的高调，就是安平妈参香回銮倒来到庙时安上红彩时刻。而这个仪式上重要意涵，其实就是伫咧弘扬孝道。当妈祖倒来的时阵，按这红彩红车啦台语叫红车就爱插了，就爱插了，就爱插了对啦，安尼所以这个仪式非常的庄严，也非常的有意义。谁安怎开就爱红车？要等于省亲的时候，为什么红车摕落来？第一点就是讲，因为红车代表这个皇帝所属，所属伊袂当去带红车去拜庙母这样子就没有礼貌所以一定爱先红车摕落来，看到插红车，插红车，那个这一个就是一个最高的高潮，最重要的一个仪式。配合疫情指挥中心规定，所有参与示警人员拢必须要注射3剂疫苗，才会当参与示警。庙方对此也特别制作了疫苗识别证，让参与示警人员戴伫咧手顶面，让大众更加安心。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3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